配圈溜走咧，还用做唔得？差一年，我就是两败，当是配。太配，硬啉落去，唔会溜走，就会上冲。唔啉太配，又做唔得。那要重新调整。挑战？嗯，做得挑战哦。做得啦，要谈配就做得啦。挨马地，农夫嘅进口配，唔本差农。台湾羽毛，要係，按你講，就去做化學配。真嘅哦。嗯，做得本挨麼？很忙，不過清潔就會有咧。挨種嘅差，最後未碎。什麼意？弟弟，讓茶米帶過來。好。哦，睇只看睇過後，又發現冇人愛窮人有感覺，原來種菜嘅世界為個配，哎呦，俺冇窮人誒，哎當上你為乜個配，食下乜個食物都係考量到當上才要按到個空空橋橋，來挑戰好耐節，是做得本茶米上來好跑是好啉個茶，是像你學校會窮人啊，假使一開始為個配是好嘅。人家學會嘅能力是會，睇到嘅假使一開始種茶嘅方式是唔錯嘅，嘅你有可能種出好啉嘅茶麼？有可能培養出可講出一在流利嘅學會麼？可能是冇法度咯。個咧，想係學學會麼？實聽能根本多啲學內鬥智慧咧，第一教大自家是係肥料。學會按到配，頭半日要大配要小配嘛，冇窮人記係乜嘅咧？肥料全流走了，剛中運動艱苦啊，配全流走咧，配全流走咧，很艱苦哦。聽一隻學嘅詞彙係流走，被水沖走流走了嘛？溜走，溜走，好，下邊個繼續來看，哎呦，還會長蟲誒，好可怕哦！上衝，上衝，來看一下佢，不是溜走就是長蟲，唔係溜走就係上衝，唔係溜走。就係上衝，做講中人，敢有很簡單，冇按改呢，看天食盤呢。好，下邊佢講要重新調整土質咯，調整，下邊按到調整，調整，要重新調整，重新調整，重新調整，好，下邊講中人聽在佢嘅所在，是係農會、農會、農會，假使打五沙，佢嘅其實係乜嘅？係五會嘛，睇下到底嘛，下邊繼續來看一下，農會嘅進口肥料不給茶農，哎呦，用假啥咧？農會嘅進口配。唔本茶農，農會嘅進口配唔本茶農嘅茶農用嘅啥咧？所以對種茶都係呢係多茶來時，來進茶來時，仲按嘅經過冇強用嘅嘗試，係講嘅是可能嘅茶米學啲雜茶家下去經過一個當做嘅考驗，會影響到你芯片式嘅配茶咯。唔過咧，睇下有啲麼？唔係所有嘅茶經過配不過論係溫度又係時間，是係影響最美
成功还是冇成功的结果。伫安太工厂里边，马上做了个组长嘅角色咧，因为经过乜嘅考验咧，本安尼继续来看下去了。